嗱，喺最近呢一條豐田測試2027年賽季 WRC 賽車嘅片呢，喺網絡上係受到唔少關注嘅。雖然話聽年 WRC 賽例大改啊，啲車隊又唔需要話好似以前咁去做一個對應量產型號嘅車殼嘅，但係考慮到呢個係豐田，再加埋一啲我哋車迷嘅想象力，呢部嘢亦有可能會以 GR Celica 嘅名義，頂住嗰副萬金油嘅 1,600cc Turbo 引擎同埋4驅出現喺你嘅面前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咁嘅嘢太熱氣，想要清新一啲啲、簡單一啲啲，想要翻初戀嘅感覺，好啊！哇，曾經嘅豐田的確有諗過做一部咁嘅車出嚟。今期洋車，我哋嚟回顧一下 SF-R。2015年嘅第44屆東京車展，豐田嘅展台上面呢出現咗一部黃冚冚嘅概念車。如果你熟豐田嗰啲經典作品，大概記得喺幾廿年前有過一部 Sports 88。而呢一部叫做 SF-R 嘅概念車呢，喺設計上多多少少都係向呢位老嘢致敬嘅。兩部車最相似嘅地方就係喺佢哋細細地好可愛嘅外表之下，收收埋埋咗一副相當標準嘅前置後驅體型。主要講翻 SF-R 啦，正如佢個名 Small F-R， 呢部車嘅尺寸仲要細過同期嘅 ZN6 嘅。再講下動力，當時官方又宣稱 SF-R 用嘅係一副高轉速嘅自然吸氣 engine， 實力不詳。開發嘅目標係每一匹推6公斤車重。參考翻 Gran Turismo Sport 裏邊嘅數據啊，呢部車重1050公斤，1.5升嘅 engine可以谷到7000轉，跑法135匹。配埋支6速棍仔，快唔快唔緊要，最緊要就係好玩。點解豐田要出一部咁嘅車呢？睇翻當年嘅工程師採訪，其實佢哋係想試探一下車迷對入門跑車嘅態度。起初佢哋都好懷疑而家啲人仲中唔中意呢啲咁嘅細跑車嘅。甚至公司裏面都有人問：喂，你哋點解又做咗架咩 mini 版嘅86出嚟嘅？為咗應付一班八卦嘅撚樣咧，佢哋就話：其實呢部係一部後排空間唔係咁好嘅後驅 Viz 嚟嘅咋。呢句話都間接咁表明咗呢部 SF-R 嘅本質。比起話佢係一部入門嘅跑車，不如將佢當成你嘅汽車嘅入門。佢可以話俾你知，哇，原來揸車可以咁過癮嘅。事實上當時好多觀眾都好 buy 工程師同埋 SF-R 呢一套。覺得豐田哇，終於做咗一部車迷想要嘅車出嚟啦。但係好可惜，呢位可以教曉你揸車嘅道理，有住大好前途嘅 Sensei 喺車展之後就唔係咁活躍。後面豐田係咁意出咗部睇起身好辣嘅 Racing Concept 版，然後 SF-R 基本上就銷聲匿跡啦。當時大家係真係好期待佢量產嘅，因為嗰陣嗰部概念車睇起身完成度經已相當之高，但冇幾耐就傳出咗終止開發嘅消息。到24年嘅時候，又有人出嚟講話，哇，豐田好似新建咗量產型 SF-R 嘅文件夾，然後2年就咁過咗去啦，乜料都冇嘅。但所謂希望在明天啊嘛，隔離大發格新一代 Copen 將會變成 F-R 佈局，豐田會唔會借機整翻個借屍還魂呢？大家就拭目以待啦。